温室里上百种仙人掌都是叶流元府的宝贝。主人翁戏谑地告诉我们，不必太花心思照顾，很符合现代人的习性。仙人掌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懒人植物，就反而怕你对它太好了、太照顾了，每天浇水哈，仙人掌很快它就整棵就死掉。随顺恶劣环境，将叶片退化成针刺的仙人掌，好养好照顾，一度造成风行。可惜，就像所有的流行热潮，一阵子就退烧。很多人因为风水来买这个啊。对啊，因为他说很刺，可以去刺小人，又可以防辐射。这个其实可能是传说啦。在这里，南美洲、墨西哥、韩国、日本和荷兰的各式品种应有尽有。园长仔细介绍的同时，突然传来一阵恶臭，意外的让我们分心。这个叫做百万星，它的叶子像心形的形状，以臭来吸引苍蝇，帮它授粉。以生态教室的概念经营，提供与植物亲密接触。户外的天然门帘也让人感到新奇，叫做珠帘藤，珠帘藤的门帘，天然的门帘，还有大片金针花开满花田。远离尘嚣，感受秋高气爽的惬意滋味。欢迎的客家话怎么说？欢迎叫做放秧。哦，这是海陆腔，对，我们这不对？是海陆腔。哦，四线的话叫做逢娘，逢娘，逢娘。